呢一間屋最大嘅賣點係佢面向內園，除咗私隱度十分之高之外，佢仲係十分之安靜嘅。呢一個 penthouse 單位除咗9尺樓底之外，仲有一個好特別嘅 skylight， 日常採光十分唔錯。入到嚟書房呢個位置，所有嘅書櫃已經幫你做好，辦公、返學得心應手。如果你係喺溫哥華西區揾緊一啲寧靜嘅社區，擁有頂級嘅學校，唔使100萬嘅2房單位，歡迎隨時同我哋約房啦！我係 KSK 團隊嘅 Ken Wong，多謝晒，拜拜。